华视拍假特工队，网络消息是真是假？华视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讲互乡亲知。这网络有咧传这个消息咯，讲用水来洗青肉会产生致命细菌，这是互家庭主妇话要紧张时，乡亲啊，这无影啦。这个青肉内底本来就有各种的微生物，譬如讲大肠杆菌、沙门氏杆菌，但是台湾咧处理肉品拢有生杀菌咯，所以这个微生物或者是细菌的含量拢真低，袂害人的命啦。也就是讲，这个青的鱼甲肉是毋是有用水来洗，并毋是造成细菌感染的关键。上界根本呢，也是爱选买到合格肉品，而且都爱彻底煮好食。安尼食肉，就会当食甲真安心咯。